被世界的神弄瞎心眼。哥林多後書4章4節，這些不信的人被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們的心眼，使他們看不見基督榮耀的福音的光。基督就是神的形象。倘若你隻眼盲咗啦，就算你周圍嘅人可以清楚咁睇到，但係你仲係冇辦法可以見到東西嘅實體嘅，冇辦法完全去經驗周圍真實嘅一面。你可能覺得自己嘅體驗就係人生嘅全部啦，但係你可能又唔知道自己正在缺乏咗神要俾你嘅經歷。你可能因為渾然不覺自己嘅盲目而處於險境之中。保羅警告，世界嘅神係會整盲你嘅心眼，令到你見唔到基督耶穌真實嘅一面。基督嘅出現係能夠令你嘅生命完全唔同嘅，但係如果撒旦令到你對耶穌嘅應許產生懷疑咧，佢就會令你睇唔到自己生命嘅真實境況同埋未來可能有嘅發展。其他人可以睇到你嘅唔信造成你生命嘅盲點，你自己卻係睇唔到嘅。你嘅生命可能持續咁朝住向災禍呢個方向前進，但係你自己卻茫然不知。神係你嘅光。喺約翰福音1章4至5節嗰度話，在他裡面有生命，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光照在黑暗中，黑暗不能勝過光。喺第9節嗰度又話，那光來到世界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。佢光照你嘅罪，令你可以睇到罪惡醜陋同埋毀滅嘅一面。佢顯示佢自己，令你知道佢嘅榮耀同埋佢所賜嘅豐盛。基督嘅出現係會照亮你嘅道路，令你可以見到眼前嘅危險。唔好俾呢個世界嘅神扭曲咗你嘅屬靈視覺。唔好以為事情本來就係咁樣㗎啦，事實上你正係錯失咗神喺你身上嘅好多作為。懇求基督光照你嘅生命，俾你可以睇清楚你自己嘅屬靈真實境況。求聖靈幫助我哋啦，阿門。